哦哎哦哦哎哦，阮天生都是黑白讲，你讲好对面多一个到啦底是要唱几届？咱天生就是黑白变，敢袂使，啥一定爱安尼黑白讲。你才是黑白讲，你规家伙哦黑白讲，我定是咧黑白讲。咱那耗子哥来听到咱安尼唱啊，唱甲哩哩啦啦个，也分期，无要紧啊，咱这无版权，还是这版权是因家己的。咱无到15秒啦，你个唱甲无成，而且台词嘛，你你完全无行，完全无行。啊，可能咱无法度做歌手啦，咱是普通的开讲就会使啦。对啊，咱是一季的导览先生就要开始啊！今日真欢喜会当来因录影现场，哦，真诶，佮要来跪伫涂骹，跪伫涂骹来甲因拜托。休困的时阵，对啊，但是有一点仔时间。呢，大牌主持节目的时阵拢短短啊，但是咱即摆是一个访谈节目呢，全台语安尼，差不多半点钟哦。对啊，全台语安尼，敢真正有法度？无法度，无法度，无问题啦。你才有信心。当然嘛，有听讲大牌有老师，咱这话题跳过人过。好啦，安尼差不多因等下差不多录影也要结束，咱节目就已经要继续进行落去咯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啊，安尼想要知影讲大牌到底台语有进步无？啊，咱会甲耗子哥讲到啥物？因两个今仔日敢会唱歌咧，就互来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台开拍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耗子，我是大牌。哇，中中开十足诶，这出场真正是无看过。拄我食饱呢，就菜呢，听得出来，听得出来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感觉讲即集的声音的响响变大声，是变足细声，或者讲不要紧，因为迄就是因为因两个无赶耳机的关系。哦，歹势歹势，拄则的耳机就是翕相的效果安尼尔啦。好，安尼恁两个敢要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？自我介绍啥物啊？毋是，因为阮这节目有迄0岁到12岁，因可能毋捌恁啊。对，因无你看电视啊。上个世代，就久无自我介绍呢。哦嘿，你先好，我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佩瑜、李佩如啊，我大家拢叫我大牌。对啊，我即马伫遮就是因为咱海海导览城市第2季要开始啊！大家来看哦，直接就武前刚上安尼。好来，我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叫谢新浩，你会使叫我阿浩啊。啊，我有组一个团体呢，叫做号角响起，我是内底迄个较缘投的迄个号子哦。做怀念呢，做久无听到耗子哥讲这呢，我要考出来，我要考出来。我是你爱看咱的节目啦，若是有阿翔哥拢会讲，拢会安尼介绍。我有看，但是那应该是顶一季的时阵啊，对不对？这季敢有可能会搁出现，佮邀请到，你袂使讲，你讲，请大家继续看落去。你讲阿翔啊，对啊，伊都无啥物代志做，应该会来吧？嘿啦，我甲敲一下电话，伊就来啊。安尼哦，好，安尼咱节目播出的后一个礼拜，就是海海导览先生第2季头一届播出。恁两个敢要简单介，就是线顶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，讲咱节目内容。好，你介绍一下。哦，你就看得起我呢？你会使介绍哦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咱第2季真正是有无共的所在，毋是你先讲导览先生内底在创啥？咱0岁到12岁小朋友搁伫咧哦，搁伫咧哦。导览先生，咱的节目的海海导览先生呢，是邀请全台湾各所在的导览先生来咱的节目讲故事，啊，分享趣味的趣味的物件啊，趣味的景啊，趣味的所在安尼。嘿啊，这是节目宗旨安尼。啊，第2季吼，有啥物？要唱歌，有唱歌，要唱歌。听众朋友啊，咱是一个歌唱节目，这个时阵等来。第2季吼，咱有就强的火药味。对下意思就对啊，恁就是分做2组，这种交互你讲，为虾米会火药味？拄则讲迄对下，就是讲吼，阮除了即个导览先生以外呢，有讲领队啦，领队就是咱台湾的艺人来做领队，啊，因呢，但边啊，人咧食米粉伊斗化烧，等于讲甲迄个导览先生因是共一队的就对啊，即摆变成2队咧相射。
哦，啊，谁来投票？谁来投票？敢有迄投票，还是讲什么输赢的所在？大家拢会使投票，嘿啊，导览先生就看结果。看结果嘿啊。哦，啊，赢的人会使创啥？赢的吼，我甲你讲，奖金1箍都无啦。有欢喜。我一个爽到，阮这文化去互看到。我知啦，咱讲趁钱、趁名、趁爽嘛，吼，咱就是趁爽的。我甲你讲吼，因会来就是讲，伊对伊今仔要讲的这个内容，伊足爱，伊足喜的，足有感情的，好。你爱唱歌哦？主持人蹲底下唱歌。蹲底一条歌要先唱吗？我等下个做伙来唱，嘿，一起唱啦，嘿。好，安尼除了就是头拄有讲到第二季有一寡无共款的，那安尼恁两个感觉讲，敢有啥物无共款的内容？无共款的内容，对，印象较深的，对，像讲吼，阮进前大溪啊。大溪有一个人伊来介绍，讲因大溪迄个6月，旧了6月的时阵，迄个员工生日，所以大溪的人拢会转去。无论伊是医生是律师，我是伫咧外口咧读册，拢伫迄个时间，所有的人拢会转去伊的故乡大溪，为着即个庆典，啊，逐个来做伙来庆祝，嘿，啊，有人。就去搬迄个大仙翁啊，嘿，就是将军啦。对，迄天竟然甲迄个大仙翁啊请来，哇，请来现场看，迄差不多10几楼悬10几楼哦，请问念名白？画面完美，敢若101了，真的呢，真的哦，真正迄个。如果伫吊车安尼规个甲吊来安尼，对，哦，咱公司真厉害诶，咱安尼拍难得安尼讲，足难得的，足难得的啊！大家想到大溪，拢会想到豆干嘛，老街安尼，但是毋那是安尼尔。有足侪在地文化。你讲将军伫咧现场的时阵，你举头看将军，你真正你会感觉你的性命受到足大的祝福。啊，阮的节目嘛是，包括看阮的节目的观众嘛是，受到满满的祝福，迄天足感动，顺，足顺的，而且阮嘛有弄入去迄个大仙翁内底，无简单呢，足重呢，所以你两个拢有甲伊讲起来。有啊，啊，拢爱行看觅，所以节目有翕到这段。有啊，有翕到我的面拢歪去啊，点啊倒向向的，系啊，若行你爱搁互伊手淡仔嗨咧，啊，你就感觉情不自禁想爱恁，这段无算你唱的哦，这段是耗子歌曲的，这真爱算我的对，这拍算你的。但是第二季的主题较活近大家生活。较接近大家生活，接近生活，就是愈来愈在地，啊，就想要去导览城市介绍的所在。所以就是你听了拢都想要去的晓。对啊，啊，拄则耗子哥较印象较深的是大溪，啊，你讲有？拄啊，有一个台南来的少年呢，导览城市，伊介绍是台南神话的牛鱼市场，牛鱼市场就赞的呢，因为伊导览城市比咱个较少年，啊，伊的角度看这足传统的市场，伊看到的物件是無共的，嘿，啊，有足侪奇奇怪怪的發現，足夠水，啊，咱聽了故事，聽了，故事聽，故事聽了，第二條我要來咯，故事聽了後，就想要去，家己看，嘿啊，伊個早迄個牛魚市場內底賣物件來互阮食，你知影食啥物無？我不愛聽，我拄則無食到。我沒講，嚇到吃手手。我無食到。我怕竟然甲我講，你咧食手手，食鱉嘅手手，食鱉，我是啥物音？我都在想講，迄個鱉，我畢書盡迄個鱉啦，鱉啦，倆菇走鱉的鱉啦，聽種名語啊，倆菇走鱉的鱉啦，就在地。食鱉啊，個食鱉的手哦，係食鱉的手，啊啉鱉的血，啊個啉鱉的卵的，啊伊的手
是迄种拍打砍手的，还是讲我就是汤啊，汤哦，嘿，哦，猪汤猪安尼，汤所以看做是一支手安尼，嘿，差不多甲酷鱼白大只安尼呢。大概若是大概十一支就足饱，啉起来什么味？我无啉呢，我毋敢啉起来就是当归青钱的味啊当，归青鸡的味，哦，中药味中药啊，味啦讲有啉野花，啉野花嘿啊，规个目睭拢光去，无看这哦目睭个够目睭就对啊，够补呢。所以伊今日中开十足就是哦伊真的有有啉的安尼啦。避汤安尼，安尼白边你等你看遐有剩的，你去啉一下，我嘛需要打包啊，报你捷啊呢上班啊。你拢包等起来吼。啊诶，拄则讲着啥物特别，佫济，嘿就，这阮佫请着黑哥来做导览神仙呢。哦，这就重金礼品嘿黑啊哥哦谢明佑黑哥啊，黑哥呢？啊，搁有竹笙歌，主神哥对，对两个拢哪讲哪唱哦，金光闪无闪，玩具的会使讲唱，讲的甲唱的变好听，嗯，讲的比唱更较好听，真厉害哦拢好听。诶，所以这种是咱第二季上新的内容。对啊，是你毋免看，你敢若用听的，你的耳仔就会有心啊，你要听甲耳仔有心，我伊足欢喜呢，敢若有诶，对笑到安尼呢嘿，我啉的比有效哦，哇，了着哦，咱加做欢喜水啉水有效果安尼，我耳有心啊！哦，听众朋友，咱听这大牌甲迄耗子哥拄则安尼讲，但是可能有人毋知影大牌本身毋是伫台湾大汉的，应该足明显呢，我台语讲甲安尼，而且因爸爸是外省人，系对，妈妈是客家人，嘿，对，啊，伊是为着咱这节目才来练台语的。嘿，想要问大牌，你开始学台语了后，嘿你感觉你的人生啊，还是你的生活有啥物变化无共无？哦，无共的所在就是我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，若是甲阿姨讲台语哦，进前是送葱啊，对啊，即马佫有盐水。加菜，一项，哎呀，我就感觉，甲厝边，阿姨、叔叔、阿公、阿嬷讲话的时阵，拢会佫较亲，搁较亲，佫较亲，嘿较靠近，哦，安尼啊，我家己就，我心内的感觉是足温暖啦，啊。所有每一工拢伫咧看到啥物标语啊，我就会练习。台语安怎嘿，讲？啊，台语要安怎讲？哦我是去变数的时阵嘛是对啊，你爱头一条规定是，确定无人伫内边搁入去。听众朋友，我搁念一遍，你在讲的是放流放菜的时阵要对好准，哦，放了爱洗手，爱洗手放了爱洗手，啊嘿，免呛水哦，免哦。对，你爱若呛水哦你我还就开没讲了啦，哦嘿，啊放了，你先爱来呛去啊，爱你先呛爱水才冲好洗手啦，清气，哎，哦啊才洗手安尼，啊洗手，嘿啊洗手毋通乌白手，乌白对手。手，对，莫手毋乌通乌白白手，手安尼无嘿迄变势阿姨会足艰苦的。真的这真正有认真的，啊是讲哦生活化是讲啊，你哪会无人看？无当你看你放了哪会无人看？条件袂看你穿裤是穿裙呐。规则哦，无人看，伊的意思是讲你烫落了，一定爱啊无人扭起来哦爱人啊看。啊，无安尼头前无先念着烫裤的部分，哦较正经的啦，较正经的啦。话题聊很久呢，很色的话题。好，安尼除了就是你讲你伫日常的生活当中看到迄标语扛棒你会甲念，啊，敢有啥物练习的机会？你就是加讲对无？练习的机会对哦，其实我伫咱厝内底是无啥物练习的机会，对因为我爸爸是讲华语嘛，啊对妈妈是讲广东话，广东话啊，嘿，广东话哦啊，但是我发现哦，有足侪广东话的词是甲台语要挖要挖，足像的，哦嘿啊譬如讲食薰食薰啊，广东话是讲食烟。舌音，哦就是也拢嘛是吃烟哦嘿，哦安尼足侪足像的所在啊，就感觉语言这一个安怎讲，语言是足趣味的。哦，语言真趣味安尼。嗯听众朋友，你看大牌伊伫即款的环境内底，伊个会当就是练台语，嘛会当甲台语讲安尼愈来愈好。对啊你讲有要无简单哦山顶这我0岁到12岁小朋友鼓励者，还是讲即马少年人袂晓讲台语，甲伊鼓励者。我就感觉学台语应该是一个足好耍的
对，好耍的代志。好耍的代志。啊，你就定定你爱敢讲啊！爱敢讲我足敢接呢，我敢接这台语的节目，但是拄开始。我嘛足感谢啊，有我的老师陈顺聪老师，啊，甲我身躯边的朋友，我发型师、化妆师，拢会使甲我练习，嘿，练讲台语。啊，我的即摆的老师，听讲是公司的小编，是不是？台语来小编嘿，啊，甲我讲，爱定定溜，爱定定溜，嘿，台语爱定定溜，才会顺。这边这老师一定毋是我。我的声音哦，我认得出来。好，过来想要请问浩子哥，就是你为就是听大牌安尼讲台语，为袂晓讲，到即嘛就是小可比我感觉比即卖少年人佫较会晓讲啊。就是你安尼听落来，你有啥物心得感想，还是你想要甲伊讲啥物话安尼？我感觉足感谢天公伯啊，互我会使甲大牌做主持即个台语的节目，甲主持因两季安尼落来了，我感觉对我厝内囡仔加少有耐性。拢袂想起，我是讲，我就干不在后面我就是想讲目屎叫要滴，我就是想讲目屎叫要滴落来。天公伯呢？感谢天公伯，谢谢啦，大牌足好诶啦。我想讲，我甘心诶啦，自袂晓台语安尼豆豆啊牵架，啊，佮讲甲遮感动人，目屎要滴落来时阵，雄雄甲你收起来，莫相信伊。两个囡仔咧看节目拢看到大牌阿姨啊，大牌阿姨谢谢啦，互伊信心，互伊信心安尼咯。所以意思是讲第一季的血压较悬了，啊，过来性地愈来愈好。算讲是听伊讲台语，算是同血路啦。同血，同血路，这种修炼啊，安尼食空肉饭共款啦，同血路。但是讲真诶，网络面顶有做者网友啊，看电视啊，譬如讲即集看了，还是讲后礼拜播出了，因为小妹来讲，阮大牌，伊讲阮大牌。我本问讲大牌当时是你诶，无啦，袂使安尼讲伊讲阮大牌，台语愈来愈练转呢，足感动诶。啊，像之前第一季结束诶时阵，因就有写讲，一季看落来，大牌真正有伫练习，有伫进步，对啊，愈来愈进步真其实侪。就侪网友甲我加油呢，甲你加油！我感觉足感动诶，因为我有时阵录迄 IG 动态，我会讲一点啊，我拉插诶台语啊，大家拢笑嗨嗨，感觉就大家都会甲你鼓励。我是感觉吼，若是敢讲，大家就会包容，嘿，包容，这真出面诶。大家袂甲我讲说，我讲诶有够糟糕，莫阁讲啊！好啦，安尼咱第二季嘛，佫要开始啊！安尼浩子哥敢有啥物要甲伊鼓励一个，还是讲有啥鼓励几年啊？佫爱鼓励，还是要甲伊讲一个，就是同血路的感谢安尼。就是讲吼，第二季开始啊，我嘛听制作人讲有第三季，即摆嘛要进行啊啦，这秘密讲我特别知。所以若是第三季，我希望大牌吼会使好好啊，好好啊。对咧，我边啊继续主持这个节目，莫甲我换掉，拜托诶！咱会使继续为大家服务啊。好，安尼听讲两人恁就是录影的时阵，拢有送对方礼物信，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？是当初是有讲好有约束讲，我要送你，还是讲无，就是拄好有送对方物件？拄好，无特别约，嘿，但是。因为伊是我的男神，我就希望伊每一工洗身躯的时阵，拢会想到我。希望伊洗身躯。虽然已经结婚啊，有囡仔，但是不要紧，很多多爱才是爱。所以你送伊的是洗身躯湿文呐，伊足重的呢。哎呦，伊个湿文，伊个是手工做。啊，咧录的时阵，录的时阵，讲这哪会遮好洗啊？大牌哪会遮够做？时阵真正洗身躯的时阵，想讲尾啊，家己想讲，我咧录这个过人卡的时候，我想哪会想到大牌？我录咧，录唔通啊！阮这节目是教育频道吼，18岁。啊，你若是有介意的人，一定爱送伊湿文。送迄
高的敢会使？袂使，一定要沙文，专身躯的露露的。哦，沙文这会使一地安尼对咧行的。对，对咧，哦，无啦，迄是我的兴趣啦，做沙文的对。做沙文，手工的沙哦，文。也是讲就是你平常时做沙文是你家己的兴趣，啊到导览先生敢有要做沙文这集？无呢，无啊，安尼无菜啊，无呢你无菜，你本身就是导览的啊，哈你会当家己介绍做沙文的过程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有机会。第三季，这种是边仔听一个，我迄大粒歌细粒歌，爱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袂歹，用台语小概安怎做沙文。我是感觉，若是有准备吼，一定无问题。这做阵我可能迄集我感觉可能爱先准备2-3点钟哦。你莫安尼，你是我的老师呢。无咧，我毋是你讲出来公开啊！公开啊了。啊，迄大牌你送耗子哥沙文，沙文，啊，你收到耗子哥什么礼物？伊家己讲。伊甲你讲。啊，我有送过你礼物吗？我的生日的时阵，哦，你有送我一支酒，送烧酒了。嘿，伊希望你甲伊去。这听起来我限制级呢。这比较，我希望伊会使感受到我感受的快乐啦。哎，甲伊做伙分享我的快乐。哦，因为咱每一届拢是拿啉拿乐，拿啉拿落，拿啉拿乐，就欢喜因为你讲呢。因自拄则啉迄碧的花，啊，甲昨啉金门的高粱，哦，逐项拢会当啉。昨第一集11点半就啉高粱了，透中昼就咧啉高粱，安尼才高哦。嘿，透妈做的老酒安尼。透妈做的老酒第，二集规个拢喜气。12点尔哦， 12点尔中昼12点尔哦。中昼12点就啉大牌的坎子。 OK 啊 OK， 就欢喜的。伊会绿酒呢，六酒，嘿无够哟经纪人的面悠悠啊，面，no，悠悠。因为伊就是要做伙伊嘛做啉，想要啉的吼，所以伊面悠悠的伊关系。真是女中豪杰，你知？哦，这私人的温暖，阮就是等下才解决。好，安尼说来就是上重要的。哦，工商服务时间，咱拄则讲遐济，讲着讲后礼拜要报出第来二季的时什么什么间第二季，咱即摆就来甲大家听众朋友讲咱第二季开播的时间。恁两个莫一直对上啦吼。海导览城市第二季开播的时间是3月30，暗时8点，伫公司台语台14系啊， 14台，我要求我制作人。 14台啊，咱你即摆是毋是爱唱一条歌？你即摆是毋是爱唱一条好啦，歌？唱啊唱就唱啦，哎呀，你看制作人的表情，无啥拄好哦。你的台语嘛真好呢，你的你爱甲伊访问，恁这是互相小孩的对啊，互相拉过求进步。我来，你先唱一个，咱这个介绍。唱啥物？唱台语歌，阮是一要个，讲了呢，要讲了呢，阮等你唱了，阮才甲你补充。哦阮是一个歌唱的节目，哦。歌唱的节目。好啊，我要唱，我去台语歌 KTV 一定会唱的歌。好，啊，对着你的心，对着你的人，对着你的目光里。啊，翻过一世人，心肝愈苍苍，找无酒来到。大声对我，好了，超过了啦，超过了，超过这是啦，搞时间搞，商演天开起来了啦。大牌敢有伫咧外口唱过台语歌？有啊有你有，外口公公开的所在哦，就是你表演的时阵唱过台语歌，无遐见笑。无？唱了袂我歹，歹听啊，OK 啦。这是你新的一个路线。哦，好，我会加油。对，好，安尼咱个补充一下哦，就是咱开播的迄天下晡2点有什么嘞？有什么嘞？记者会，记者会，嘿而且记者会伫咧网络面顶面册有直播，IG 嘛会放直播哦。是哦，对，大家就是一定爱锁定。这座阵我感觉听因两个敢要替咱导览先生唱一条歌，我感觉会使呢。你爱唱歌？毋是啦，你爱唱歌？我是讲像即摆节目啊，像阮的囡仔节目啊，嗯，修成迄一天啊，阮内底的主持人就有替节目写一条歌，啊，佮唱，就变做主题曲。我感觉咱导览先生嘛会使哦。你个会派工课互阮做呢？我已经有你哪会照想法啊？阮安尼敢无够忝？你敢会使卖照想？你没无良心啊！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要想，这个场面规个拢乱去咯。
好，啊，恁两个敢要讲一下恁的，就是卖种业、面册啊，是讲 IG， 啊，有恁的上新的活动，网友会当去倒位看。面这个 IG 我拢无咧。你拢无啊？你讲你的，你讲你的。我的就是你搜寻李佩如、李佩瑜，或是大佩，拢会找到我。哦，我有足侪生活的大小事，拢会伫顶管可能分享。对，啊，伊嘛会伫 IG 分享讲台语，嘿，三不五时。三不五时。对，即摆你伫这台语的 podcast 节目宣传出去了，你得爱差不多3-5工就爱发一篇。对，你个爱互我，嘿，多谢你啦，谢谢啦。日更啦，我讲爱日更啦，嘿啦，5工你个改讲日更啦。你这个时阵你就爱讲啊，3工加5工就是8工，一礼拜才完。啊，大家问，大佩你最近都在做什么？我在专职上传那个台语的物件。大牌今仔变做台语工作者哦。真的。好啦，今日真正是做欢喜邀请到这两位来，其实就是甲迄专家有地位共款，阮拢是趁因就是节目录影的迄个浪棒时间，就甲因咧杀过安尼。对，无其实小编是跪伫涂骹啦，跪伫涂骹讲拜托咧啦，甲阮录一个啦，才甲恁请。请我啉烧酒就会使。请你啉烧酒，我买哦。行咱会边仔处理，制作人处理，制作人拢毋敢讲话。好，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差不多啊，就爱放因两个去录影。好，搁有后一场，那安尼节目有偌精彩，到时阵开播了，恁就知。对，后礼拜就知。头一个礼拜的时阵呢，阮面册嘛会对咧做直播。啊，若是无看到的人，会当去阮公视加公司 Plus 的 App 内底看。对，好，准备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请就门来家门，多谢大家落来，耶！就了好。不用椅子，我不要，很快，我们只有7题而已。对啊，那我们节目至少要撑个20分哦。是要唱？哎呀，我那唱台语歌哦，都要这样唱。老子哥，你唱歌的时阵，这免甲我交代，我歌手呢。啊，无恁唱无成的就好啊。唱无成。我听袂出来安尼。对啊。好台语。抖音，阮抖音。好，开始啊！好，来。好啊，你开场啊？哦，你还没试声，歹势。开播的时阵是3月30，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14。好，我来讲一摆。好，我会加一片，我会囥一片。好。哦哎哦，阮天生就是哦白边，哦白公。录了呢，真的我就无简单了呢。所以讲中大牌有伫但是嘛是顺利结束安尼。对啊，伊台语真正变就好诶。真的节目感觉甲电视柜比起来，一寡迄生活用语啊，是讲甲咱就是安尼你讲话的时阵，对，还是伊问问题创啥，迄拢其实拢较顺的。对啊，而且伊本人嘛就认真的，对，就认真的，伊个用无风淡毋知影。对，伊无论是用迄注音、拼音、罗马字，还是讲伊用伊家己的方式伫遐咧写，我感觉看伊的稿是足认真的呢，真佩服。对啊，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是讲台语袂练，当还是啥物，真正就是爱加讲加练，你就会进步啦。对啦，毋免惊讲毋对。免惊讲毋对，加下尾来加讲就会进步。平常时来听阮的节目，伫迄个台语的语感内底，浸伫内底，浸安尼，浸风水安尼，浸温泉咧，甲伊浸条条啊。好啦，认同。迄若听过的节目吼，就是个一直放，无听嘛无要紧的，你是阮的节目一直甲字 repeat 安尼，你甲听落去。好啊，你就搁较凊彩点。你看为了宣传，结果咱即个元老迄集都无搁连落去，他就没有顶礼拜可能想讲带做过来，叫即礼拜来过啊咧。就是话你讲，有人搁写批来，对啊，讲着收件的代志呢。哇，就期待呢。安尼毋着搁继续落去哦。咱4月份的主题要甲继续。听就没有去写批来哦，啊无敢若
丢批可能无够时我间啦。收件的代志会使讲啦，我毋知你有无？听众朋友，你若有收件的代志，会当写批来哦。收件的经验，收件的经验。对啊，紧写批来哦。好，拜拜。再会。